老人家，这个孩子是？他是北安王的孩子。可传闻不是说北安王的孩子已经死了吗？李庸的确心狠手辣，也想斩草除根，但他却不知道，北安王与一婢女早已暗生情愫。这婢女在北安王遇害之时已怀有身孕，最终生下这孩子，但她也因难产而死。这个婢女就是我家闺女。北安王爷，他确实处世之后皇室血脉。当今圣上无后，如果保不住这处世最后一丝血脉，李庸怕是要谋朝篡位呀！绝不能让李庸知道这孩子的存在。李庸心狠手辣，不除掉这孩子，定不会罢休的。绝不可能，义父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阿石，你过来看看他吧。无论如何，这孩子都是受害者，